我哋公司得6個人，但用緊3000尺嘅寫字樓。有朋友問我使唔使咁大啊？嘥錢。又有朋友話辦公環境好，員工嘅效率都高啲啦。其實諗翻轉頭，中小企業應唔應該喺辦公室度使大錢？有人覺得使錢要睇回報，我自己覺得做老闆咁辛苦，間辦公室舒服最緊要。格局決定視野，有冇人明我啊？